您为什么一直叫蒲梦？因为我听医院里的人一直都这么叫你的呀。在藏语里，蒲梦是女孩的意思，不是我的名字。那你叫什么？那这个小花。还小草呢，这花叫格桑梅朵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，梅朵是花的意思，也是我的名字。格桑梅朵，格桑梅朵，这名字真好听。阿曼拉告诉我，如果找到雪山上的8瓣的格桑花，就找到了终极的幸福。可是我一直没找到。那我帮你找好了，你闭上眼睛，不许偷看。好。好了没有？好了好了，睁开眼睛吧。哇，这是我的家乡，你画的真漂亮。这是格桑花。数一数花瓣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是8瓣的格桑花，我喜欢。那送给你当礼物好了。谢谢林哥哥，我很喜欢。现在它还只是一幅画，等我们长大了，一起去雪山找8瓣的格桑花。等我们长大了，一起去寻找雪山上的8瓣的格桑花。来个拔钩。明天出发，启程援藏。西藏，我来了。这花叫格桑梅朵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，梅朵是花的意思，也是我的名字。等我们长大了，一起去雪山找8瓣的格桑花。格桑梅朵，你还好吗？我送你一朵鲜活的格桑花，你要保护好好的。看到格桑花，想想高原上的格桑梅朵。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去雪山寻找8瓣的格桑花。哎，这儿呢。你终于来了。来了。雪峰。Hello。好。走吧。来，我帮你拿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其他人呢？都在里面呢。哦。你好。起身。好，谢谢。走。哎，这包里面有问题。这包是你的吗？是啊。开包检查。违禁品拿一下。你是说这个吗？这个是违禁品，不能上火车。这个是藏刀，是工艺品，没有危险的。安检同志，我们都是医生，是受组织委派去支援西藏的。啊，这个是铁路安检规定，这把刀您可以选择寄存在车站，1个月之内取走，或者直接邮寄。好，我记。哎，小玲子，火车马上就要开了。李团长，这把刀对我非常重要，这是我爸爸在西藏去世之前留给我的。
我可以把它借给我在西藏的叔叔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回来。好好，那你赶紧去吧，东西交给我们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啊，去吧。哎，你好，我要快递一下这个。啊，好的。来，请填一下你的信息。啊。哎，我行李几天能到？啊，4天就可以到。4天就可以是吧？哦，好。喂。喂，阿舅。那侬你拉萨用？等你去个斯拉用阿耶。有，呀，拜拜。哎，父母。嗯。你是藏族人吗？是啊。你是拉萨的吗？我是日喀则的。啊，能请你帮个忙吗？我要赶火车去拉萨，然后有个东西要着急寄过去。我一会儿也去拉萨，你要我帮你什么忙？我要把它寄给我在西藏的一个叔叔，但他电话打不通，我现在不知道他的地址，只知道是在亚东边防站。亚东边防站是吧？对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去过，来，我帮你吧。太好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哎，给钱。怎么了？好像崴到脚了，走，没事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来，哎，帮我拿着包。啊，上来。帮我下来。啊，行吗？行，可以。啊，好。走，快。哎，慢点。等一下，喂！还有我们呢！喂，李团长。哎，我没赶上车。对，我坐下班车去吧。那只能在拉萨见了。嗯。你朋友都走了？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要不是我脚崴了，我们肯定赶上了。哎，怎么能怪你呢？都是我，让你帮我填这填那的，害你没赶上车。对不起。哎呀，没事儿了。哎，伯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梅朵，格桑梅朵。格桑梅朵。嗯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林雪峰的人？林雪峰？13年前。啊，我叫林雪峰。哦。13年前在藏区认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，她叫格桑梅朵。我们那边很多女孩叫格桑梅朵的。哦。那你去西藏是要找这个格桑梅朵？也不完全是，我是跟我们队去援藏的，我是一个医生。哦。哎，下趟车好像在那边，我们去那边吧，我帮你看看脚。好啊，脚没事的。慢点。谢谢。来。你就别跟着我了，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格桑梅朵。你看，
你就走到拉萨了，我要坐客车去日喀则啦，拜拜。哎。我们与您准时相约。每天早上9点，天下大事，身边小事尽在耳畔。每天早上9点，动态生活，世事见闻一一呈现。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早世界。喂，李团长。啊，我到拉萨了，刚下火车。日喀则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我立刻坐车过去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团长谢谢团长。哎，啊好，师傅，立刻掉头去汽车站。哦好。师傅，停车！好。哎，你怎么办？我也要去日喀则了。哦呀，我是干部，俺家我就找上去的都基本上。哎，梅朵，醒醒！下车了，下车了。好像有厕所，走。来，过来。谢了。谢啦。不错，很甜呀。好舒服啊，今天天气。那些多少分钟？听清了没？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前面有人晕倒了。我去看看。哎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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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，让开，你们让开，别动他，别动他，我是医生。后面慢点，后面慢点。这也怎么了？应该是心脏病突发，你问一下他有没有心脏病史。你给他擦药了吧？你给他擦药的，刚才俺这边不这边建议，去这几个建议俺们用过的，但俺是罗主任。对，是心脏病，他们已经联系了医生，不过得半个多小时以后才能到，所以他们相信把爷爷送回家。不行，他现在情况非常危急，必须立刻做心肺复苏。你去拿一下我的包，包里有急救包和氧气罐，快去。好，我马上去。来，大家都往后，大家散开，让他透透气。拿出里面的救心丸，拿出10粒。救心丸，多少粒？10粒。大爷，怎么样了？大爷，大爷醒了吗？醒了。大爷你醒了吗？大爷，哎，来，把救心丸放到舌下。好，来，怎么样，大爷没事了吧？啊，行，那我们先走吧。
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可慢起来。啊。哎呀！喂，哎！哎呀！我的包！哎呀！我发现认识你以后，我从来都没赶上过车。还有多久啊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快了。哇，我感觉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你离我的羊腿远一点啊，可别把口水洒到我的羊腿上。远着呢。哎呦，小两口烤羊腿呢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杨姐，一会儿烤好了一起吃点吧。哎，对了，我帮你们再拿点酥油茶吧。哎，你别麻烦了，我去拿。哎，梅朵，烤好了可别偷吃啊，等我回来。酥油茶来喽！你在干嘛？我没干什么呀。哎，你怎么随便动我东西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看，我是在帮你拿肉的时候，看见那个本子从包里面掉下来了。你看肉。你知道这个对我有多重要吗？不就是那个格桑梅朵送你的吗？有什么可稀罕的呀？我留着它10几年了。我就把它弄坏，怎么了？小峰，在这呢。哎，等一下啊。来了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谢谢。小峰，咱们车在那边呢，走吧。好。宋姨，哎，宋姨，雪峰，来，让宋姨好好看看。哎呀，真是越来越帅了。哎呀，宋姨，我还想着到西藏去看您呢，结果一下车就碰到您了。你个傻呀！我知道你来，特意在这等你的。我以为你昨天就能来呢。哎呀，路上有点事耽误了。啊，
哦，这样，你是专门过来等我的？岂止我等你啊！你看看还有谁来了？快快看，还有。许凤，杨叔，哎呦，哎呀，好小子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好几年没见了，越来越精神了啊！哎，杨叔，我太想你们了。这次来西藏，想着能见到你们，我觉得特别高兴。是啊，有出息。好男儿志在四方嘛，就应该来援藏。好，行了，别在这磨牙了，人家孩子刚来，咱们还是进去吧。啊，走。好，走。好好的保养啊。谁找我呀？小姑娘似的，什么时候来的啊？我前天就到拉萨了，不过路上耽搁了一天，昨天哥哥才接的我。啊，来，让阿佳好好看看你啊。那又转个身，转个身，挺好挺好。就是脸色啊有点不对劲儿，是不是累了？没有，阿佳。哎，阿佳，你们院是不是新来了一个援藏医生啊？叫林雪峰。是啊，你认识他？宋爷。哦，小峰来了。哎，你们两个认识啊？阿佳，他欺负我。哦。哎，我照顾你还来不及呢，谁欺负你了？你就是欺负我。宋爷，我冤枉啊我。阿佳，他先归我，我先去跟他把账算了，然后一会儿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去，这次去。等我啊，阿佳。走了，等我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呀！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就走了。哎，回来！你回来呀！那给你的，你那天落下的，我没偷看啊，我也没有再弄坏你的东西。还有那天那个花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把花撕碎也不是故意的？那我那不是被你气的吗？你欺负我呀！我怎么欺负你了？你就是欺负我了！你把我的盘子弄翻，你还这样推我了呢！你欺负我！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他是不是欺负你？哥替你收拾他！你干嘛你？哥，你这给我哪跟哪啊？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敢打他，我就和你生气了。啊！烦死了，你们两个！梅东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们先走了，哎，慢点。小峰，我们先走了，路上小心。还要等多久？再等一会儿，师傅，马上。哎，宋爷。哎，雪峰，你的助手突然得了疾病，我们正在紧急协调。哦。阿佳，厉害！实习生格桑梅朵前来报道。
梅朵，你确定没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那好，梅朵，你要服从林医生的安排，熟读先心病患儿的出诊细节，严格按照临床的表现来诊断，宁可多选，不可漏选哦。没有问题啦。小凤，梅朵就归你那个组了，给你做助手和翻译。好的，宋姨。来，助手，拿着。雪峰的助理突然生了病，是不是你这死丫头出的主意啊？阿娟，我先上车啦。你给我注意安全啊！知道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哎，知道了。走了，宋姨。再见。拜拜。安全第一。那吃点糖吧，缓解高原反应的。快吃了吧！我就怕你高原反应，买了一大包糖，就放心吃吧。胖不死你。去西藏，在布达拉前把真心献上，想要爱出现在高原之上，许下承诺，仰望生死茫茫，拉萨的天空干净明朗，幸福像太阳照进我的心房。有个事儿问你一下，我以前有一个西藏的朋友，他跟我说他家住在珠峰的附近，是从日喀则去拉萨的路上，然后从他家可以看到一片蓝蓝的湖，湖旁边是一片连绵的雪山，特别的漂亮。哎，你知道这是在哪儿吗？你是想去找格桑梅朵吧？你说的这地儿不好说，西藏到处都是这种风景。是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路上是吧？那我想
应该是在珠峰的西边吧。我就只有知道这些了。哦，谢谢。哎，那个，今天晚上我们同学聚会要出去玩，林大医生要不要赏个光啊？我不会喝酒，也不喜欢吵，我就不去了。你们玩得开心点。行。哎，晚上早点回来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知道啦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213的客人。我刚才突然感觉特别头疼，好像缺氧了。您这儿有没有氧气啊？这里海拔高，晚上多注意点。谢谢谢谢。啊，对了，我隔壁还有一个朋友，能不能再给我一袋？你隔壁的客人好像还没回来。都2点多了，还没回来。梅朵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来，梅朵唱一首歌吧，我们一起来，唱一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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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梅朵，你喝了多少酒？太晚了，快回去。梅朵，这么担心你是你男朋友吧？哪有担心你？来，不是啦，做个朋友而已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。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你们跟我喝，怎么都没有人吸引我，总竞拍，友谊万岁！好了，少喝点，别喝了，我来帮你喝啊！哎，我喝。来，再给再喝一杯来。林大医生，我敬你。有点啊。来，干。
我的姐，走。慢点。哎呀，太开心了。哎呀，再来一杯。真小点。你弄疼我了。来。慢点，梅朵。哎，休息。你看你这喝的，胳膊上都是。林大医生，起床了吗？快点开门啦，我们要出发啦！你怎么这么慢呢？你开个门你都能这么慢？快点儿！哇！来，你平时看起来干干净净的，私底下就这样啊？你们男生的房间可真不能进。你这都怎么弄的？你昨儿没睡好吧？我不像你，精力充沛，不过记忆力好像差了点。我记忆力挺好的呀。哎呀，你赶紧起来收拾收拾，今天休息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快点儿，快点儿。就这儿了。这就是你说要带我来的地方？我帮你打听过了，你说的那个格桑菲朵呀，可能就在这个地方。谢谢你。干嘛啦？거기 깨사매도 정말 일식이. 정말 아래 자네 거기에 내쪽까지 깨져 들고 있어. 올라 감사합니다. 下面刚拿来水。马队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的。我来公看看。哦，他们电鱼的。몰라. 하지 않아도 거기 넣어요, 그래. 하지 않아도 음식이 넣어요, 그래.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拉姆。拉姆。奶奶说那个是梅朵姐姐的。要是格桑梅朵姐姐在的话，她也会喜欢我。奶奶，我们先走了。拉姆，再见。谢谢。今天你们见的老夫人是个苦命的人，本来出身高贵，是很有钱的人，结果她爱上了出身低下的马奴，被家族遗弃，情人最后也抛下了她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后来她又遇到了一位解放军，怎么了？不会汉语，解放军呢不会藏语，怎么了？就叫她金珠妈咪。金珠妈咪就是解放军的意思。虽然他们不通语言，却都会唱歌，歌声成为了他们的桥梁。他们相爱了，可惜修到最危险的英雄岗，金珠妈咪被山上的乱石砸中，不幸牺牲了。再后来，怎么了？又收留了一对私奔的青年，怎么了？跟他们相依为命，像一家人一样。2年后，这对青年就生下了格桑梅朵。可惜13年前，他们出去治病之后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大家都说怎么了？不仅是不幸的人，也是不祥的人。他自己不幸，还给亲人带来不幸。唉，其实啊，他就是个苦命的人。小拉姆是个盲童，一些世俗偏见认为盲动是前世有罪的后果，所以他从小就被遗弃。怎么了？从雪地里捡回了他，当作孙女收养。大家都把怎么了当成不祥的人，怎么了？索性离大家也远远的。他每天都会早起升旗国旗，纪念当初那位解放军，然后呢，牵着放生羊去寺庙转经，回来后坐在小山顶上，好像在等待亲人们回来。吃，你吃一个，梅朵，吃一个。我有一双美丽的眼睛，看到世上最美的星星。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，看
该好。冇啦，明明啦，给上面都是个。没啦，阿姐没到落来呗。小拉姆，我昨天还在想你呢，你今天就来了。姐姐也在想小拉姆呀。能让我摸摸你的脸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来。奶奶说，格桑梅朵姐姐的睫毛也很长。奶奶还说，格桑梅朵姐姐的鼻子也很高。没啦，阿姐没到这下，阿姐没到老来下。莫拉过啥主任站？奶奶要去转经了，我们也一起去吧。哦，好。来，小拉姆，你等一下啊，姐姐给你拿件衣服。好。哈。能不能啊，小拉姆？小拉姆，我们去里面看一看，好不好？走。梅朵。哎，不啦，得去配的。不啦。뭐 좀 많았다. 걔랑 무엇인 별배. 뭐 좀 많아게 참여명라. 계산매도 스키유리세. 니행명라 계산매도 스키유. 로조성옹라. 뭐랑 친제. 드니 로용아 말이스게. 네. 나 저도 봐대. 내일배. 내 이름이 김적진. 신발 보기 명라林雪峰撒，你냠도 데이터 바르베. 데이터도 맞지 보물하라래. 보물하라래.慢点啊。奶奶，可以和这圆合张照吗？这是那个他和他合张照片。啊，好好，谢谢。
来，合成照，来，好，1、2、3 ，OK， 好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好，来，都好了。好，非常好 ，OK， 1、2、3 ，OK 了，好，非常好。怎么了？你看，去喊人，快！喊！在哪边？快！这个热的，我是医生，小老母在这儿。奶奶，莫拉，卡尔诺索莫拉。奶奶，不用怕，奶奶，我帮你检查一下。莫拉，卡尔诺索莫拉。可能是骨折了。附近肯定有卫生所，要不我把奶奶送过去吧？不行，他颠簸过去更严重。那怎么办？你去找一下我的急救箱，快去。好，莫拉。这边没事吧？这边。来，我们把奶奶抬到旁边。来，慢点，起来。好。这里疼不疼？这怎么样？有点骨折的这边。哎，你去找一下夹板，快点，2块。你扶我奶奶。好。药箱来了，快。手套。好。拿一下胶布、纱布、棉签、碘伏。奶奶，我先帮你伤口消毒，然后给你固定一下，不用担心，很快就好。莫拉，多点拿啊。莫拉，奶奶，坚持一下。莫拉，생기 많아。好，我亲你，没关系。来，纱布。夹板来了吗？夹板，快！来，好，来，梅朵抱一下。哎，慢点，固定好，再拿出纱布。很快就好，奶奶坚持一下。怎么样，奶奶？好多了吧？啊。몰라. 비상면 가르치고요. 그대 음식락에 매시대 난주. 니에 강바 편부치 종샤. 但要不全不嘞，不全不嘞。这两次我深圳去먹어。你想，하면 년다 열심히 강바 풍부 뜬 것 같아. 뭐 닌지. 奶奶，村民们都说梅朵是你的福星，有了她以后，你的苦日子就到头了。你呀，真是的，奶奶又听不懂。奶奶。木木，这样，
阿姐梅多，阿姐梅多，阿姐梅多。古木。哎，梅朵，怎么了？雪峰，你送我回趟家，我有话要问，爷爷。哦。奶奶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想什么呢？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！你进来不知道吱一声啊？我年纪大了，我被你吓出个好歹，你得负责任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敲过门的，那是你自己没听见，你还赖我啊？真是！哎呀，啊，这是雪峰这小子的藏刀，哎呀，又到我这儿来了，赶紧给他送去啊！正好，我有件事啊，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雪峰和梅朵这两个孩子，不知怎么了，关系是越走越近。雪峰和梅朵，那是不是来到藏区之后认识的？我觉着他们两个之前关系就不一般。哦，哎呀，我就是担心呐，这两个孩子要是凑到了一起，还有当年的事儿。你别担心。其实啊，我觉得这都是缘分。再说了，现在事情还不知道会怎样发展呢，你就别在这杞人忧天了。哥，哎呦，你把宋家人来了啊，来坐。阿姨，我不坐了，我是来找梅朵的。哦，梅朵她去医疗队了。不是说昨天晚上就能回来吗？我给她打电话也打不通。哎呦，这孩子，他也没和家里说一声。是这样的，他的手机没电了。昨天啊，他和林医生一起出去，遇到了一个伤患，就耽搁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啊。雪峰打来电话了，说晚点就送他回家。林雪峰啊，瘦瘦高高的那个。对对。是啊是啊。那个。你们见过了？阿姨，那我回家等梅朵去。叔叔再见。哎，好，你等一下，弟吧。你帮叔叔办个事儿吧。把这把藏刀交给雪峰，这可是他的宝贝啊，一定要拿好啊。叔叔再见。好，阿姨再见。要就这样庆祝啊？你그때 언제 있어? 혜진 낭스지了没有？林医生，我是梅朵的哥哥，我有必要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妹妹？
高原上的男儿要迎娶美丽的姑娘，靠的不是漂亮的衣裳，而是一颗勇敢的心。你要是真心喜欢我妹妹，那就接受我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3个项目：射箭、拔河、赛马。你要是能赢1场，你就有资格追求我妹妹。但是你要是1场不胜，那就请你离梅朵远一点，因为你不配。你敢不敢答应？好，我跟你比。大家做平手，平手，孔老师平手，平手。人家走，给人家走好了，帮他拿着了。米地，你我们搞不有事的，前头听人家说的，人都听嘛送起自由。开始我听嘛接他不赢了，俺给谁啊没？赢了嘞，听嘛接嘛都不赢了，你们听人家姐姐，你我们的中华解决没有？用再看一次呢，看看我们的全部民众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梅朵，你别管，这是我跟他的约定。什么约定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梅朵，别管了。走，跟我走。梅朵，支持我。第1场比赛，射箭。你输了，来，咱们第2场，拔河。雪峰，咱不比了，行吗？走。雪峰。前面的俺们这两个小天文，你把它修成俺脚打了修的。雪峰，你没事吧？雪峰，雪峰，雪峰，雪峰。
不动。大头吗？没事没事，没事梅朵，没关系没关系。赶紧说不要比了，大头吗？没事没事。哎，你别。阿佳，雪峰他没事吗？没事，刚才给他打了一针安定，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再吸点氧就没事了。大家不用担心啊。哎呀，没事就好，好好的赛什么马呀？我去给雪峰买点水果。啊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孙院长，我和小杰留在照顾雪峰，有事您先忙吧。行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没事啊。梅朵，啊，跟阿佳出去一趟。嗯。走。小梅朵来了，来坐，啊，坐。阿佳，雪峰真的没事吗？嗨，没事，就是累了。梅朵，来喝点水。阿佳，我不想喝。梅朵，你从小呀，阿佳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。阿佳想问你，你和雪峰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阿佳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其实啊，你和雪峰啊都是好孩子，可是阿佳认为呢，你觉得一个人好，可以把他当成很久很久的朋友啊，不一定把他占为己有，对吧？你和雪峰啊，不是在一个环境中长大的，你了解他的生活，他的性格吗？啊，你能确定你把他选为终身伴侣是对的吗？其实阿佳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孩子都能幸福，特别是你。梅朵呀，刚才阿佳说的话，你好好的考虑考虑，谢谢。好了，不客气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还好吧？没事，雪峰还好。我想跟他说点私事，你们两位能否行个方便？周周，扶我起来。行，你们出去吧，没事的。哎。你3场全输了，该实现你的诺言了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既然你是梅朵的哥哥，为什么不能尊重他的选择？
为什么不能让他追求属于他的幸福？看来你还是不死心。梅朵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他的幸福只有我能保障。不用诧异，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告诉他了，只是爷爷一直不允许。我并不是梅朵的亲哥哥。13年前，山脚下发生一起车祸，我发现并救了他，车里面人都死了，没人知道他的身世，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。我和爷爷便把他带回家。这13年来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得非常开心，所以梅朵的幸福与你无关。你以为你编了这种故事，我会相信吗？我只要告诉你，相不相信，我并不在乎。这个，当年我发现梅朵的时候，她手里捏着一幅画，上面画的是格桑花，所以我叫它格桑梅朵。我喜欢，那送给你当礼物好了。谢谢林哥哥，我很喜欢。他现在还是一幅画，等我们长大了，一起去雪山找8瓣的格桑花。喂，梅朵，我是雪峰。啊，怎么了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见面说好吗？我想当面告诉你。要见面呀？对，我去找你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你要去我家找我吗？你等我，我一定要当面告诉你。啊，喂，你妈，梅朵，你妈，梅朵。梅朵，梅朵，
爷爷你好，我叫林雪峰，是格桑梅朵的朋友。我找他有点事儿，他现在在家吗？梅朵还没回来，进来坐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爷爷，这把藏刀能借我看一下吗？啊。没错，就是这把刀。这把藏刀是我父亲留给我的。我来西藏的时候，坐火车不能携带，就把它邮寄给我杨刚叔叔了。杨刚？对啊，他是我父亲的老战友。我父亲去世之后，就托他把这把藏刀留给我了。绕来绕去，还是回来了。这把刀为什么会在您的手里啊？您是？我是梅朵的爷爷。哦。扎西屯珠。13年前，是我打造了这把藏刀。这把刀是您打造的？那您认识我的父亲吗？13年前，我带着小尼玛去放牛，突然一头牛跑到公路上，林医生开车为了躲避牛，撞到山壁上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整个车子都毁了，里面有一对藏夫妻当场死亡，一个小女孩在她父母的保护下得以生存。我把她从车里救出来，可怜的小女孩神志不清，什么也记不清楚。我把小女孩带回了家，当时林医生已经奄奄一息，他临死前托我做一把藏刀送给他的儿子，就是这把刀。我想你是他的儿子吧？那个父母双亡、神志不清的小女孩，是不是就是格桑梅朵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他。我把阿弥陀当作自己的亲孙女，没想到这把刀又回来了。回去吧，我们找到告诉你。梅朵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！我跟你说过，离梅朵远一点。雪峰，你不要这样啊！动不动，好了，你对的雪峰在抓呀，妈的！中，梅朵加个中，行。
别吵我没到，没到这边，没到一边。莫兰，你拿着些滚枪的莫兰别去，给他是给我那妞的老药没小心，他滚枪，连莫兰谁不成，没到。妈妈，我爸爸。都给天了3天有事，他领导上了，他要看不着。不了，把灭道做出去。好着吧。马队长，我们让了给这些人，不让给没到了高位有不的，我们新个月，没到俺都能没得钱吧药嘛。家长不让给没到了，让我带过去的，因为没到给对吧的中国人的。也不了，没到俺也不带为那我那没让地基特不的，你们自己没让也不切叫。不，没到给地基的，没到没让了让了，没先别拿过药嘛的，家长俺这没到了，让我对俺写点药嘛的。不了。可是没到听那面老马有名的，俺那是错你们都觉得拆不得了。他把我俺是不就给，他一年没进了搞不一堆，可能给热的没定不赢呢。早年第二生气，没到当俺做错见的老忙不定节情不的，现在俺做你们都结别错给第几的，那面记住要嘛。他起码肯定起码去没到没让了绕了。因为没到你参谋的，还是按照上次的分组工作，一会儿发给大家的注意事项一定要熟读。好，有什么紧急状况赶紧汇报。好。啊，来，小杰，你给大家发一下。好。哎，雪峰，你那个助理梅朵呢？怎么没看见她？啊，她最近有事儿，请假了。哦，好吧。雪峰啊，用不用再给你配个助手啊？啊，谢谢宋姨，没关系，我还能搞定。好，放心吧。注意安全啊。哎。好，你脱一下衣服吧。梅朵，帮他脱一下衣服。来，叔叔帮你脱衣服好吗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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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梅朵，梅朵，梅朵，我等着你能等着。함지에 레를 꼬여래. Rang semna samba de ji a.杨叔，怎么样？让叔叔看看，感觉还不错嘛，没像你宋俊阿姨说的那么惨不忍睹啊。嘿，我告诉你啊，宋阿姨非常担心你，这不，给我也布置了家庭作业，让我好好的开导你。让宋姨费心了。说实话，你小子到底怎么想的？啊，什么怎么想的？这当天咋回事你也知道了。梅朵这丫头又跑了，这2天找不见人，你这边咋想的？你们俩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能了，杨叔。那你这一天从早到晚的没黑没夜的工作，摆着副包公脸，你这是给谁看啊？我是想快点把筛查做完，然后立刻把梅朵找回来。好小子，看来你是想明白了。杨叔，我一直都想得很明白的。哟吼，你这个小子，看来你宋阿姨是白担心你了啊。好，陪叔叔走走，你也好多年没来过这儿了。好，你看，当年你最喜欢在这儿打篮球了。对，是不是？是。你还记得这儿啊？这儿还记得哪间房子是你住的吗？那一间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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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，我要去把梅朵找回来。我知道，藏区的爱情需要得到家人的支持，您是他最敬重的家人。我对梅朵的追求，希望得到您的同意和祝福。可是当爷的事儿呢？我和梅朵都是在那场车祸中失去了亲人，但是我可以代替他的亲人，继续去爱他，照顾他。只要他能够敞开心扉的接受我，我以这把藏刀发誓，在我的余生中，尽我所能，让他幸福安乐。孩子，我祝福你。谢谢爷爷。
我也祝福你。去吧，把我们美丽的梅朵找回来。小拉姆，你一个人在这边干什么呢？我在听哥哥回来的脚步声。那你听到了没啊？还没有。你小小年纪的叹什么气呀？奶奶说姐姐叹气是因为想哥哥，我也想哥哥。那你喜欢那个哥哥吗？喜欢。我喜欢你们俩在一起。巴巴尔克桑花。雪芳，林雪芳。梅朵，对不起，13年了，才实现了当时的承诺，让你看到8瓣的格桑花。对不起，当时的车祸让你失去了家人，13年又加婚5年，对不起，现在才来找我，太多的对不起。你还知道要来找我？我做的最不对的事儿，就是到现在都没有问你。梅朵，做我的妻子好吗？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一辈子照顾你，把我的爱，你父母的爱，全部都给你。梅朵，你愿意吗？